之前嘅 E3 特輯咧，就已經係咁介紹過㗎啦。遊戲內咧以60年代嘅美國名車為主，賽道咧充滿特色同埋驚喜，因為你會喺途中咧遇見恐龍、大白鯊、大猩猩等等千奇百怪嘅生物。遊戲有多個唔同嘅模式，其中以 Championship Mode 咧最好玩同埋襟玩，因為你係靠比賽所贏取嘅獎金咧嚟到 upgrade 你架車，又或者買個架更快更勁嘅。而喺比賽途中咧，無論係你炒人啦，抑或人炒你，又或者你自己炒車咧，都會令到架車受到一定程度嘅破損。而呢啲破損咧係會影響到外觀之餘咧，仲會降低車嘅性能㗎噃，真係非常咁真實啊！Speed Devils 無限 Nitros 喺遊戲進行之中撳下上 AXA 就會可以無限次使用 Nitros 加速，咁想贏都唔係一件難事啦。全賽道及賽車喺遊戲進行之中撳 B 右 B 右上 B 上就會有齊隱藏車及全賽道，咁咪唔使咁辛苦要打足咁多板先至有得玩咯。